首期3萬，月供2000蚊，就可以買到中山市區精裝3房單位啊！屋苑咧係現樓現證嘅，即買即收樓啊，直接係拎包入住啊！你話信唔信啊？依家仲有一個產前車位送到俾你嘅喎！屋苑咧樓下就係香港直通班啦，每日20個班次翻到香港，夠晒便利啦，亦都可以選擇從我哋輕軌站翻到香港西九路，都係個零鐘嘅。有我哋3大商圈、3好超市啊、萬文匯、上城 V Park， 滿足到你日常所需嘅購物需求啊！咁屋苑幾靚仔，我哋即刻上去睇睇。依家上到我哋示範單位啦，900尺嘅4房南北對流戶型啊，非常實用嘅，超過189%嘅使用率，方方正正，南北對流，採光非常好嘅。我哋睇下咧，餐台呢度坐個8到10人都冇問題噶，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所見即所得啊！休息區方方正正，動靜分明啊！依家咧購房仲有2萬蚊嘅購房補貼喎，非常之爽嘅，同埋咧3年嘅3好超市會員卡，仲有5000蚊嘅香港來返嘅直通套票啊！夠晒順啦！中意呢個會員嘅朋友咧，即刻 call 我帶你睇到啦！